已经有348年历史的基顶天后宫，经过3年外整修，即马已经修复完成，妈祖也已经入伙安坐啊。这间庙唔但是当地信仰中心，嘛是珍贵文化资产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3、2、1，大家迫不及待哈！庙埕真侪信徒，庙内庙外拢真热闹。经过3冬外整修，基顶天后宫重新开庙门，开启妈祖顶顶的神尊完成入伙安坐。这是地方的大代志，因为基顶天后宫是高雄第一间妈祖庙，起庙已经348年。规间庙有真侪民间艺术，即摆修整唔但建筑的结构甲厝顶，包括展览甲庙内各种彩绘嘛有修复。石雕原来的人有甲伊上色彩绘，那在文资委员的那个提议之下，咱把后期加固的东西拢改拔过来，改去除，可以回到原位古迹原位的本身。为着要保存古迹，庙方甲文化部高雄市政府合作，经费将近要5000万。嘛特别邀请4位台湾传统工艺国宝级的师傅来参与修复的工课。这边整修甲顶一厝的整修一定相差73年，这个意义嘛，唔是仅仔讲是古迹的维护，更加是咱妈祖信仰的传承。主委表示，修复完成，毋望妈祖庙继续守护人民，因续落来要争取天后宫升格国定古迹。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。